簽人數19、16節咁樣講是家啲，係咪人揸滿上帝嘅命令，保護一嘅生命？但係咪人欠上帝嘅反應，得到死路？所以切家唔好看唔起上帝嘅反應，也唔好欠上帝嘅命令，因為他唔得唔到上帝嘅恩典，就係冇得勝嘅路。因為佢講死係咪啦？但係咪人揸滿家嘅命令得到上帝嘅福氣，係咪啦？因為到呢一個詩篇89、85節咁樣講到，上帝嘅反應就係自家腳蹼嘅燈，自家路途嘅光，係自家要上帝嘅反應，揸滿家嘅反應，就嘅反應行，家嘅反應。有自家嘅腳蹼嘅燈，面前路途嘅光，要燈要光，自家射嘅你行到，唔係行錯路，因為家嘅光路帶自家去特勝嘅路，唔係行我暗路，唔係行到冇人冇隻嘅路，因為就一塊反應熱天，大家得到好嘅路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